書中第一部分時間管理最大誤區。好多人都有苦行僧心態，一要考試，一要趕業績，就即刻閉關，斷絕所有娛樂，日日坐圖書館、辦公室10幾個鐘，覺得咁先叫盡力。但作者話呢種做法極度低效，核心原因就係朴金森定律，工作會自動繁脹，浸滿你所有可用嘅時間。俾一日時間溫一課，你就會拖拖拉拉溫足一日。但如果只俾自己2個鐘，大腦會自動加速，效率反而高幾倍。仲有一個關鍵概念，時間有質素之分。坐喺書台前發白日夢嘅3個鐘係垃圾時間，其實係需要全神貫注，只要心無旁貸嘅30分鐘先至係黃金時間。作者自己嘅時間策略就係劃分能量區塊，每個人一日大概只有4個鐘係大腦最清醒、精力最旺盛嘅時候。呢段時間專做最爛狠嘅硬骨頭，寫論文、解數學難題、處理核心工作。其他時間就做雜務、運動，絕對唔強迫自己喺瞌眼瞓、狀態差嘅時候唔好硬撐落去，因為咁樣只會令人挫敗，仲一啲都入唔到腦。記住重點，與其擠更多時間，不如學識喺精力最好嘅時候做最緊要嘅事。書中第2部分全景式學習法。唔做知識影印機，要做知識設計師。講完時間管理，再講最實用嘅讀書方法。好多人讀書都係推土機式閱讀，由第1頁開始逐字逐句睇，整頁畫熒光筆，結果睇到第10章已經唔記得第1章講乜，完全係見樹唔見林。作者提倡嘅全景式學習法就好似砌圖一樣，先執好個邊框，睇清楚幅圖嘅整體樣貌，先至慢慢進補中間嘅細節。具體操作分2步，超簡單。第1步，先建框架，再找答案。首先我攞到本新書、新課題，唔好急住睇內文，先睇目錄、標題、結語、圖表，喺腦入邊搭一個書架，知道呢份資料分幾多部分，每部分解決咩問題，講咩核心點，帶住問題去讀書，速度會快好幾倍。就好似獵人一樣，喺文字海入邊捕捉自己要嘅資訊，唔再被動接收所有內容。第2步，知識轉化，圖像化記憶，從來唔死背書入邊嘅文字，將複雜嘅知識轉化做圖畫、表格，或者用自己嘅說話重新講一次。因為大腦對圖像嘅記憶力係文字嘅幾十倍，能夠將一個難懂嘅經濟學理論、工作模型畫成一張簡單嘅流程圖，先至代表你真係明白咗。考試、工作用到嘅時候，只要諗起幅圖，所有重點自然會衝出來。記住重點，讀書唔係抄書，要學識消化、轉化，做知識嘅設計師，唔做知識嘅影印機。書中第3部分，玩樂係戰略，唔係獎勵，先排玩樂時間，再拼高效嘅工作。呢本書嘅核心係會讀會玩，到底玩樂嘅意義喺邊度？好多人都覺得玩樂係讀書、工作之後嘅獎勵。考試前講項目時戒絕所有娛樂，去玩仲會有強烈嘅罪惡感。但作者話呢個想法大錯特錯，大腦需要切換模式先至算真正休息。日日對住書本、電腦，大腦會處於僵化狀態，就算坐喺度唔動，都一樣好攰。透過運動、社交，做啲完全唔相關嘅事，令大腦另一部分活躍，原本負責讀書工作嘅區域先至可以徹底放鬆，再次投入時效率才會更高。作者仲有個超癲嘅習慣，考試前夕反而去打波、去 party， 唔使驚分心，因為佢嘅邏輯好簡單。正正因為知道今晚有好玩嘅，朝早溫書時會超級專注，一心想快啲搞掂手頭嘢。呢就係人工死線嘅威力，而且有值得期待嘅活動，整個人嘅情緒會變得正面，心情靚嘅時候，記憶力同理解力都會翻倍，遠勝過苦口苦面咁硬撐。佢嘅超實用建議，排時間表，先陣玩樂同休息時間，再陣工作溫習時間。例如定死每晚7點去跑步，星期5晚一定要睇戲，將呢啲時間鎖死，剩低嘅先至係戰鬥時間。因為時間變少，你嘅專注力反而會爆升，唔再會拖拖拉拉。仲有一個考試或者工作臨場發揮嘅秘技，意象訓練。作為前國家級運動員，
作者將體育競技嘅心態帶入學習同工作、考試、開會前，喺腦入邊預演一次全過程。入場揭開試卷或者打開電腦，見到題目冷靜作答，直到完成。仲會想像遇到識做嘅題目幾順手，遇到唔識做嘅點樣冷靜應對。當你喺腦入邊贏過一次，現實中就唔會怯場，臨場發揮自然更穩。我哋總結一下全書中核心部分同埋我哋可以建議方法，3大核心智慧。第一，擺脫苦行僧心態，利用帕金森定律，設定人工死線，逼出自己嘅極限專注力，唔好再用捱時間來偽裝努力。第二，活用全景式學習法，先建知識框架，再進細節，多做知識轉化，用圖像化記憶代替死背，做知識設計師。第三，玩樂係必需品，唔係奢侈品，先規劃玩樂休息時間，再用剩低嘅時間高效衝刺，透過切換大腦模式，實現真正嘅休息，同時用正面情緒提升效率。呢本書唔單止適合學生，所有要考專業試嘅朋友，比如會計師、測量師同埋想利用碎片時間進修、提升工作效率嘅上班族都超級適合，因為大家嘅時間都好寶貴，正正需要呢種高密度、高效率嘅方法，唔再被低效率嘅努力消耗自己。大家今個禮拜專登揾一日，強制自己準時6點收工，然後安排一件自己超級想做嘅事，無論係去食一餐好嘅、打機、行街，定係同朋友傾偈，同自己講，為咗今晚呢件開心嘅事，我一定要喺6點前搞掂手頭上最重要嘅3件事，親身感受一下，因為有期待而帶嚟嘅專注力爆發，體驗一次會讀會玩嘅高效感。人生從來都唔係一場短跑，而係一場馬拉松，識得努力更要識得休息，識得讀書更要識得生活。唔好再用低效率嘅苦熬，浪費自己嘅時間同精力。真正嘅贏家從來都係那啲懂得聰明努力嘅人。如果你都想擺脫偽努力，做一個識玩又識讀、高效又快樂嘅人，呢本世界名校高材生的會讀會玩學習法絕對值得你翻一翻。你以前讀書做嘢嘅時候，有冇試過越忙越精神，反而閒落嚟又變得懶散？你覺得自己一日入邊邊個時段係精力最好嘅黃金時間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你嘅時間管理心得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覺得幫你減輕咗學習同工作嘅壓力，記得俾個 like 訂閱。記住，人生係一場馬拉松，識得補給嘅人先會跑到終點。我哋下集見。呢本書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幫手點個讚同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